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KTCS 嘅頻道，我係成員阿高。今日係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，呢度係每週天氣。今日會主要為大家提及未來香港同埋之後天氣嘅情況，蝴蝶襲港嘅回顧，另外亦都會講下未來南海到西北太平洋嘅低壓活動情況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訂閱、分享、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。我哋目標係4萬訂閱，歡迎追蹤本頻道其他社交媒體平台，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。我哋先睇睇未來一兩日啦，到之後天氣情況啦。今明兩日啊，而家嘅活躍西南氣流正係影響緊廣東一帶，同佢相關嘅雨帶直到啦晏晝4點半啦，都未有明顯影響香港嘅。但係間中部分地方有狂風雷暴，而我哋天氣亦都大致多雲，而氣温稍低。預計今日稍後到聽日初時嘅雨勢會比較大㗎。過去24小時啊，其實都比較少地方嘅降雨量係超過10毫米，大部分地方都係喺幾毫米甚至冇落雨嘅情況。歐中電腦就認為啊，聽日初時呢係會比較大雨嘅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未能完全排除晒有暴雨嘅可能性，咁到時大家就要留意天文台嘅更新啦。天文台對於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預測係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。聽日雨勢有時頗大，氣温介乎喺27至30度，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，初時高地風勢強勁。天文台展望之後幾日仍然有幾陣驟雨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整體風勢就預計市區會吹南至西南風3至4級。如果聽日大家要出門啦，特別係朝早嘅時間，就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消息，又或者係一啲發放咗嘅警告啦。我哋睇睇之後天氣變化，預計高空反氣旋或者副熱帶高壓脊係會增強，本港天氣啦之後就會逐漸轉晴啦，氣温會逐步上升，而氣温亦都可以去到酷熱水平。夜晚亦都可以出現熱夜，但預料偏南氣流仍然間中會為我哋帶嚟一啲驟雨。天文台預測方面，預計活躍嘅西南氣流會喺聽日為我哋繼續帶嚟一啲大驟雨同埋雷暴，但係隨住高空反氣旋逐漸增強，本週中後期廣東地區天色好轉同埋炎熱，但同時受到偏南氣流影響，該區仍然有幾陣驟雨。可以見到天文台預測啦，從禮拜4開始啊，我哋市區嘅最低氣温啦已經會去到28度嘅熱夜水平。咁當然啦，最高氣温啊開始去到炎熱啦，到酷熱嘅水平啦。如果整體情況啦越嚟越熱嘅話啦，相信天文台係可以再度調升啦市區最高氣温嘅預測㗎。我哋而家再回顧一下蝴蝶襲港啦。咁蝴蝶啦就尋日最後一日襲港啦，影響香港啦。咁天文台就喺晏晝嘅3點40分啦，就係改發咗強烈季候風信號嘅，應該係41分先啱啊。咁蝴蝶就為咗香港開咗個風季啦，同時係為西北太平洋或者南海風季開鑼。1號戒備信號係生效咗接近3日半嘅時間啊，然後先係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咁可以見到天文台嗰時候係不斷係延遲咗發出3號信號嘅時間。咁主要係蝴蝶行得比較慢啦，同埋喺進入咗北部灣，然後先再靠近我哋。而天文台亦都喺週末期間發出咗超過1日嘅3號強風信號，而蝴蝶為香港帶嚟普遍強風。最主要嘅風力喺星期3到星期4嘅凌晨，同埋星期6到星期日嘅下午嘅初時，風力指數啦最高啦，1小時嘅最高啦，同埋3小時最高分別係錄得30.32、29.56同埋29.28。咁風力指數亦都係 HKCOC 啦，係透過數據而得出嚟嘅一個香港整體嘅風力指數。3號強風信號期間係8個參考測風站裏面有4個係錄得持續強風，分別係青衣、赤鱲角、長洲同埋流浮山。而1號風球期間，西貢亦都係曾經錄得強風，成為強風8中5嘅個案。咁可以見到普遍地方係都有強風嘅風速㗎。
而3號強風封頂而言啦，咁我哋今次係強風8中5嘅個案，咁相信都係比較強嘅3號波嚟㗎，而亦都係2010年代以嚟首次發生強風8中5嘅個案啊。咁即係喺2010年之後啦，係第一次喺3號強風信號封頂先有8中5強風8中5嘅個案。而蝴蝶吹襲我哋嘅期間，受到強風影響嘅地區啦，都相對比較廣泛啊，由去到北部啊，到南部啊，東部到西部都有。咁相信就係因為蝴蝶襲港期間，香港受到蝴蝶嘅相關環流而吹起嘅風向啦，亦都係唔同啦。相信由東啊、東南啊、東南偏南啊，到西南風咧都係有嘅。青衣係繼10號風球嘅2023年熱帶氣旋蘇拉以嚟，再次係錄得強風。咁相信青衣係比較食偏南風影響啦，咁所以就係錄得持續強風嘅水平。咁蝴蝶襲港啦，其實係分咗兩段為香港整體風力比較強嘅時間嘅。咁首先就有星期3到星期4嘅初時，蝴蝶位處於香港東南同埋偏南面啦，當時咁嗰時候亦都有唔同雨帶影響我哋嘅，再同高壓值嘅共同影響，令香港整體嘅風力比較勁，風力指數亦都係曾經去到29以上，部分香港東面風力呢係比較勁㗎。塔門風速係去到接近烈風嘅水平，西貢亦都係吹起持續強風，長洲泳灘嘅風速更加係達到7級強風添，而部分嘅高地喺當時亦都係吹到烈風嘅水平，包括昂坪係吹到去到超過80公里每小時嘅10分鐘平均風速。而另外一段呢，就主要係禮拜6到星期日晏晝嘅初時，嗰時候蝴蝶呢就係登陸咗華南嘅西部沿岸一帶啦，而且係移入內陸緊嘅。咁嗰時候位處於香港東至偏北面，嗰時候亦都有唔同嘅雨帶影響我哋啦，同西南氣流嘅共同影響，所以令到香港整體嘅風力都比較勁，風力指數係曾經去到30以上，而嗰時候整體香港西部風力係更加勁。高地間中吹烈風，甚至有部分氣象站係測到暴風嘅。例如就係彌勒山嘅山頂啦，係成功吹起暴風嘅。咁我哋亦都討論下香港天文台會唔會兩度出3號信號係會更好嘅選擇呢？本港禮拜3到禮拜4初時，其實個風勢亦都係相對比較勁。以整體風力嚟講啦，其實同禮拜6到禮拜日嘅下午嘅初時，其實風勢唔係相差得太遠嘅。澳門當局兩度喺冇8號風球封頂嘅底下係發出咗3號信號，亦都係好似有史以嚟第一次嘅。雖然當局發出咗3號風球之後啦，達標嘅時間即係四座大橋都有強風嘅時間啦，其實都係非常短暫。亦都可能反映澳門當局啦發出嘅時間太遲啊，可能要禮拜3就要出3號風球咁樣。天文台解釋，因為當時本港只有部分地方嘅風力係短暫達到強風程度，所以就係維持1號信號嘅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呢個會唔會係比較使用唔同標準嘅解釋呢？當然啦，當時呢，就算禮拜3到禮拜4初時嘅時間，8個參考測風站係得西貢同埋長洲係曾經錄到強風嘅。但係以整體風力而言啦，會唔會係有啲唔恰當呢？呢個解釋方法，呢方面就留待大家往後再度討論啦。我哋睇埋未來南海同埋西北太平洋嘅低壓活動情況，預計短期內都未有低壓啦係明顯發展嘅消息。而根據歐中電腦嘅長遠預測，最快去到6月下旬中期開始啦，先會有相對較明顯嘅低壓活動發展嘅機率，而且佢先會慢慢增加。預計未來1個禮拜有低壓喺當地啦，明顯發展嘅機會就較低啦。當然要睇下之後啦，各大電腦嘅預測情況。
最後多謝大家收看，未來本頻道會繼續改善讀音講解分析質素，特別係一啲懶音同埋口頭禪嘅問題。本頻道會未來繼續關注香港天氣同埋低壓活動，適當時候就會用影片直播或者貼文嘅方式發布。訂閱我哋並且開放通知就可以掌握最新發布。再次歡迎大家加入本站成為一員。詳情可以留意留言欄或者資訊欄區嗰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